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很难得，好，我们有一位要去美国，好去学开飞机，好的一个弟兄，好，那他本来是在过年前要来见证分享，好，但是上帝说，叫他再晚几天，再晚几天，好，所以呢，他可以到过年后，好要来分享。他呢下礼拜一就要搭飞机去美国学开飞机。然后呢，可能在1年多之后或几年之后，他就开着飞机，不开应该好，他就可以开着飞机来完成他人生的梦想。好，但是呢，我相信这段梦想、这段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也邀请他来跟在座跟我们年轻人来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轻人来分享。好，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欢迎最爱飞机的这个严培恩弟兄。好，来。他今天没有带稿，太好了。还是有不可以拿出来。容许我还是看一下稿。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边分享。我下礼拜一即将要去，我不想拿麦克风，可以不要？哦，就是要去美国学开飞机。然后，其实我才去年底刚退，然后其实我早在入伍之前，我就是有思考未来的方向和出路，那就是把学飞行、学开飞机这个选项，有把它放进我的名单之中，然后只是说学飞行这个资金实在是太庞大，然后。就是又加上，就是如果说以后工作存钱，然后再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话，往往会因为现实的生活或是工作，然后倦怠，然后往往就会放弃这个梦想。然后另外一个管道就是成为航空公司的培训技师，那这样子的机会其实也是非常的渺茫。然后所以我最后几乎是快要放弃这个梦想。然后就是开始找看有没有别的工作机会，然后如果都没有的话，至少还可以在家里帮忙这样。然后一直到去年的大概现在这个时候，然后我订阅了10几年的那个 Airways 世界民航杂志，它上面有刊登一些就是美国的飞行学校的相关报道，然后它就列举了一些飞行学校的一些优缺点，还有收费等等，然后。其中有一期，他刊出我就是将要前往这个学校，然后它是一个华人所开的一间学校，这样，然后里面的教学气氛啊和设备都非常优异，这样，然后在我好奇心驱使之下，我就去问那个民航杂志的编辑部，然后去看有没有那个飞行学校它的相关的资讯。然后其实当时还在当兵，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在我当兵，然后就这件事情也渐渐抛在脑后。然后就后来又发现，就是这间学校它在台湾，它有开一个办事处，然后它还有就是召开一个说明会。可是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参加，因为我当时还在入伍这样。然后我就好奇心驱使下，我就问我爸、问我妈说：“爸妈有没有机会去？”学开飞机这样，其实我以前已经问过，可是他们的态度就是很保留。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上帝感动了他们，然后他们就突然说：“好啊，你去啊。”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有一点吓到。然后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是在我们全家坐在车子里面，然后是在那个长寿路快要到巨蛋那里，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然后我爸就答应以后，我就比较开始。积极的在找那个学校一些资讯，然后非常奇妙的是，那个这间学校它的校长他刚好要回来台湾开会，就是见一些民航局的官员跟航空公司的人员这样，然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联络到，然后就看说有没有机会跟他碰面，然后也邀爸妈一起前往，然后那个校长他就从我这边得知到说我预计要在今年的6月或7月之间要出国，那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说是下礼拜？就原因就是因为校长他知道我这计划就6、7月前往这期间呢，就是要去学
想要在台湾学语言，然后不然就是打工啊，然后赚一些生活费这样。那校长呢，他听到以后，他就鼓励我说，可以现在，然后允许的话，就现在马上去，马上去。有两个好处，就是说到那边，第一个语言的话，就是全英语的环境，所以英语是很容易就 catch up 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两岸的直航的关系，所以航空公司它的渐渐有复苏，那所以它又开始有在招收人才这样。如果赶快续回来，搞不好还可以搭上这个人才荒这样。然后我爸他听到校长这样说，他也蛮同意这个想法，就是马上就说好，那就赶快去吧。然后在这一些申请的之中，我觉得非常的顺利。那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为什么会这么顺利？那其实这些手续办完以后，我再仔细想想看，当时从爸妈还没答应，到突然就是看到杂志上面写那些学校的一些资料，跟我开始接洽，到爸妈答应以后，到现在要出国，就是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其实这个梦想一直藏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相信上帝也会帮我们预备我们未来的道路。那一直到从申请到爸妈心意的改变，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安排。那如果我们心里有所求的，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跟上帝要，只要上帝允许的话。所以在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呢，凡事都能做。多久回来？至少1年吧。对，最快1年。对，最慢，我也不知道。对，以上。